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这个科技逐工拢有新的发展甲进步，但是对传统的文化产业是造成真大的冲击。其中，制版真紧、成本真俗的电脑排版的印刷，早就已经打败掉注字行甲画版的印刷。为台湾拄啊共和到1980年这个中间，全台湾大约有20多间的注字行。到即卖，敢若剩一间日升注字行，而且是全世界唯一的繁体中文的注字行。成立50年的日升注字行，传承到第二代张介元，伊也是坚持着特别集团的工艺，经历着岁月的混热，真侪做印字的动模已经有损害了。张介元是透过募资启动动模字体复刻的计划。而且，甲作家张大春等人合作，用画版印刷的技术来打造全世界敢若剩100本的纯手工的画页集。到底这个古老的技艺是要安怎传承落去呢？做伙来看。台湾很可能会只剩下1家，我想把这里做完整的保留。就是做到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。台北市太原路巷仔底店面有七切的节奏声。这是注字的声音。总督的督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模呢放在这个字母匣这边，把它锁紧。为什么要锁紧？因为你如果不锁紧，它在灌注的时候，这300多度的高温的铅液，它会到处乱喷。室温40几度的环境，正伫搬盐甲火字挂，张介元专心灌注，你看注字机每一个流程。像我这个就是工作以前当学徒不小心，那个铅液一喷，整层皮就不见了。将都做好的印字摕起来，张介元用焊镜伫看。这个就是 OK 的，就是。现在这个 OK 了。位置这些都正常。张介元拢是安尼，将盐样字做字，无达到标准的盐字，佮回收化做新字。当学徒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补字，他这样才会熟悉整个这个字架还有的排列。那这个字架有按照什么样的设计吗？它是按照字典的部首，然后由右向左，由上而下。依照字典部首排列，每一个字有楷书、宋体、乌体3种字形，各种字形有7种的规格，加上英文、日文甲拉丁文小小的注字行，承担文字的温度甲重量，有几千万粒的印字。日升是台湾唯一的注字行，更加是全世界唯一有繁体中文的注字行。在网络上都看到很多人分享这一站。然后，因为这个签字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技艺。那听说现在台湾目前只剩下他们这一家有在做啊，所以想说上来台北又离车站很近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第一站就带小朋友来看一下这个过程。就台湾的一些文创比较完善吧，因为这边的那些老建筑特别多嘛，老街道嘛，然后我本人非常喜欢这种感觉，然后刚好这个注字行也在这附近，然后就顺便过来了。1969年成立的日升注字行有日生财意思。50年前，张介元的老爸张锡龄本来是要开印刷厂，却是180度大转弯。印刷机的厂商呢，他的那个订单就排得很长。那后来我们才因为印刷机要很久以后才会拿得到，所以我们就只好从很简陋的注字的设备开始引申，因为我们是从借贷的
这个条件底下出来创业。主字行专门做言字，提供报纸、册进行活字排版的印刷。20省成立的年代，活字印刷的产业发展了真好。全台湾有20几间的主字行，张锡龄、张介元2个爸仔囝，加上30外个员工，为了应付庞大的订单，时常都爱透暝赶工注字，每一工爱做10万字以上。活版印刷它是民生工业，所以严格来讲，只要你肯做，你愿意做，不怕没工作做。所以我们那时候父子2个人是日夜轮流做，人休息，但是机器不休息。无人想会到讲，这款的光景，一直数位印刷技术渐渐普及了后，快速的凋零甲消失。就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，是台湾最大的铸字行结束营业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日兴铸字行的1年营业额大概不到5000块，台湾很可能会只剩下日兴一家。那时候才跟家里说，我想把这里做完整的保留。活字印刷路这接日省的张介元，捌想要将铁门拆落来，但阁唔甘老爸心偏，经过一番的考虑，决定保留落来。当东行将几万栋的胭脂当作废物金卖掉，伊嘛无愿意将日省3万栋的胭脂送入历史的恢复内面。其实全家都反对啦，大家都一天到晚叫我要卖掉了，就是不要这样子那么固执，卖掉就好，房子租给人家，1个月7、8万块。马巴鲁财团出几啊亿个人民币要加买，伊嘛讲无爱。因为日兴很小，日兴也很穷，那如果有一个财团进来，他很可能会主导整个的走向，那这个不是我要的，因为别人是不是能够理解对于这些东西的价值，那有没有跟我是共同的理念，我不敢保证。要成全台湾保存胭脂文化唯一的专家，张介元阁拍算要重建活版印刷产业链。最后目标是要成立台湾印刷文化工艺馆，因为除了需要资金的支持，伊面临头一个考验，就是做胭脂的15万枚铜模啊歹去啊，因为修理的速度一直拢对不到歹去的程度。生产设备老实讲都相当的不太理想，尤其是铸造签字的这些母模，那个是最重要的生产器具，已经面临它必须要淘汰，因为有的开始在损坏。初期无设备，秘书是孤单的诗人。张介元秘伫地下室，一个人用手工去修理，一工敢法度修理一个铜模啊。可以存成电。我要先脑海里有这一个字的笔画形态，修好这一个字以后，我还要再把刚才的打开，去看它们的差别有多少。然后要练习进入数位修理，再佫用自动化机器刻出铜模啊。时间虽然缩短真济，不过要修理30万字的铜模啊，至少要10年以上。所以2008年，日省透过外界帮助执行铜模啊字体复刻计划，就差不多50个技工来协助，不过真无奈，最后嘛是失败。因为每一个人在修字就会有修出不一样的，因为每一个人个性不同啊，那会修出不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没有办法。笑说那时候叫做五胡乱华，是因为40、50个人修出来是100多个人的个性。那我们一套字呢，它每一个字在单读的时候要有它的个性美，但是一整套它有整体的结构。2016年，日省决定来开启修复铜模无资计划，用倾来资金培育字体复刻师，总共有募到300几万。并且跟作家张大春合作，以活版印刷工艺手工打造全世界限量100本的活页针。此诗会友，传递台湾文化，
原来我以为我可以帮助他们做一点什么募资啦，或者说号召啦、呼吁啦，结果没想到，张继冠先生，也就是日新珠子行的老板，跟我说，他也可以印一些书，这样子。我说我把我的诗集就给他，那只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法。我原来以为我在帮他们的忙，后来才发现，日新珠子行全部的力量在帮我。收录张大春为8千歌手竞出来32首诗，为了符合张大春的想法，会使单册扭开来看，嘛会使一页一页并来看，也是抽出来一张一张看，袂影响纸的完整性。两位设计师刘义芬、高平祥比节目家无成人形。也要一起讨论，他会给我动力，有没有？对，因为他有几次就是压力很大，他自己还要兼课，所以有几次他觉得压力很大，然后甚至我去他工作室，然后我说，再撑一下，把他，就当他跟日新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就留下一个代表作，配色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比较闷啊。结合传统甲现代前所未有的设计，两人佫都要符合张介权的高标准、高要求，拍掉定点。总共改版20外摆，加上演字印刷一天，敢会使做3个字。活页集总共用3年才完成，开几百万块，往往超过当时甲9个人募的9万块。因为前面有9个人，算是捐助。决定至少把这9本要印出来。后来我就说这样好了，我出这个钱，因为是我害张先生日新珠子行陷入了这个泥淖，所以他说不行，他说我们就答应了，就是要把它做出来，而且要做到好。我从小的给我的家教是，话说出口就一定要做得到。在舅舅工厂当学徒的时候，在印刷部门是印故宫文献，另外一本叫做《华视周刊》，那2本是非常讲究品质的印刷品，所以我很清楚活版印刷印出来的东西应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但是现在没办法达到我的要求。文人作家甲工艺师傅的心血结晶问世，离张介权的梦想，台湾印刷文化工艺馆敢若前进一小步。伊希望结合大众的力量，像讲团体导览、培训的课程，将文化资产甲传统工艺一代一代传承落去。第3代张建图嘛是专心伫做，伊是一个行动支持。你是日新珠子行的一个工作人员，你的责任是甚至于比一般的员工更沉重，是因为你必须得负担着将来营运的重责大任。但是日新珠子行，它已经是社会公共财，不是我们张家私人的财产，所以你要有这种认知。活版印刷复兴甲保存，伫过去甲现代文化转变间遭找转型甲突破。即马有搁较侪少年人加入，进入第50年的日生，面对后一个半世纪，依然不断地探索创新的可能性。登山界有一句话，就是不怕慢，只怕站。你如果站着不动，永远达不到山顶。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。总有一天走得到山顶。既然我想做，就是做到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天。